上海病人嘅疑問。最近遇到一個上海病人，佢好奇怪咁問博士：上海2000幾萬人，醫生可以隨時睇好快有報告出，點解香港要約期約咁耐？其實呢個係制度嘅分別，模式對比一，分級治療同自由選擇。上海模式大門診，大部分內地3甲醫院、大型醫院，佢有極大嘅吞吐量，病人可以直接住院掛號，檢查 MRI、CT 24小時運作。香港模式分級制，香港公立醫院分級診治。如果你係穩定慢性病、高血壓、糖尿，我哋可會安排門診跟進。原因係香港資源集中喺急症同係重症嗰度。如果你係急症，香港嘅急症室其實好快，但係如果你係慢病，就要排隊預約。模式對比預防治療 （preventive care） 嘅深度，上海模式偏向治療導向。你有病去睇醫生，醫生開檢查開藥流程好快。香港護士診所，我哋講嘅係 preventive care 預防治療，護士每年幫你做年檢 annual review， 唔止係開藥，而係仲要幫你做足部眼底、足部尿蛋白檢查。原因香港目標係透過藥期定期檢查，預防將來嘅中風同埋洗腎。呢個慢工出細貨嘅護理係需要時間預約同準備嘅。模式3，報告速度同人手比例。香港每一份報告、每一份檢查背後都有嚴謹同埋複核嘅程序 double check。我哋強調精準同埋持續追蹤，係因為要確保每個數據係準確，等醫生下次復診時對比。所以等藥期唔代表醫療水平低，而係香港公立醫院擺喺預防併發症嗰度。雖然等候時間長，但係護士診所為你做每項檢查，都係保住你對腳、保住你對眼、保住你個腎。呢種長遠嘅健康管理先係基層醫療嘅真正價值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 like、subscribe 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次見啦！